再来镜头，搁等下咱国来关心台党有无党籍的立委候选人，名叫做柯瑞贵。伊互检举若亲像宣传品超过30块，检调昨昏是去伊个竞选总部去抄，搁有传12个人去说明。经过检察官审问了后，伊尾也是互以6万块交保。检调忽然间来啊，甲规间厝拢变过来，安尼敲吹，大门关起来要互出入，现场爆发冲突。昨个冲突真激烈，宣传片落甲规涂骹。检方27号行动去甲台东县无党籍立委候选人柯瑞贵的竞选总部敲吹，伊疑似洪检举讲伊的宣传片价值超过30块，嘛是台东第一件疑似涉嫌贿选的案件。2块钱的面子，2、3块的面子，就这样而已。唉，我所有竞选团队都没有，竟然被选举贿选。选战剩无几天，除了继续查贿选，了不起的警察嘛查到姓何的查甫人涉嫌含对方的制度师来斗空，联手来做假证件，因为已经流入市民，警方烦恼讲。恐惊会扰乱选举，以每张1万多块钱，透过店到店的方式交给了每家，严重影响社会秩序，追查流向，以净化选前治安。用指纹线顶来检测，才会当分真的也是假的。红插扣的半成品名含身份证号拢对得到。警方烦恼讲有心人士是假人的名来投票，因为选务人员敢若会核对证号含名册，选举不法的教授800种，中国界选嘛无得停。伫台顶咧唱歌跳舞，一个细粒的查某人，家己讲伊是国民党立委洪中军的嫡祖，家己地检署是接到证据，伊涉嫌接受中国某咪代办的资助，用两化参访交流的名义，带村里长到中国接受落地的招待，候选了27成阿金建准啊，要求说那个参加的团员啊，我一定的那个投票权的行使啊，确实接受这样的指示的话，那其实也是会涉及到相关的那个。选罢法。那在所有办案件里面呢，境外势力的介选是难度最高的，因为什么资料都没有，资讯流没有，金流没有，我们检察官等于是个瞎眼啊，在办案子。选举日是愈来愈近，境外势力改选这案件一直出来，统计到12月17，已经有93件，涉案的有200个人。检察总长嘛承认讲，其实这种案件对检方来讲嘛是新的领域，要侦办嘛是一个大挑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